親愛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！我相信大家都會睇到末世已經係來臨啦。無論嗰啲天災人禍、戰爭、饑荒、地震，種種其實都係催逼緊我哋努力嘅要去傳福音。傳福音嘅機遇，我哋要把握有4個重點。第一，要活出生命嘅見證，努力扎根於聖經，活出敬虔嘅生命，作鹽作光。第二，我哋要恆切嘅祈禱，敏銳聖靈嘅帶領，多方禱告祈求，求神你係掌管一切。第三，我哋要隨時分享耶穌基督嘅救恩、和平嘅福音同埋永恆嘅盼望。第四，我哋要彼此配搭，教會同埋機構裏外呼應，我哋能夠可以喺明年嘅11月嚟到係參加呢一個嘅聯合佈道大會。今日就要開始裝備啦，連結同埋行動，找住每一個能夠係搶救靈魂嘅機會。傳福音好多方法嘅，但係要機動活用。我哋呢一次能夠係聯合起嚟，有彼此配搭嘅機會。我哋希望能夠可以喚醒社會嘅關注，市民嘅回應，尋求耶穌基督嘅福音。多謝大家嘅代禱、支持同埋參與，預咗你噶啦。弟兄姊妹，仲記唔記得大概10年之前呢？2017年嘅時候，當時我哋舉辦咗一個主愛臨香港嘅全港佈道大會。時間過得好快，2027年呢又會我哋舉行呢個嘅全港佈道大會嘅時候啦。到時候呢，弟兄姊妹們，我哋可以大家一齊努力，為福音嘅緣故呢，我哋嚟到去預備好心志啦，接受裝備，領人信主，透過傳福音，我哋能夠得到靈命嘅復興、靈命嘅成長，亦都能夠帶領更多未信主嘅人呢，生命得到改變，人生得到盼望。